咁可唔可以講翻重慶森林當年係點嚟嘅咧？其實嗰陣時係因為我哋啱拍完咗呢個東邪西毒，我記得嗰陣時係92年，因為拍東邪西毒咧，我哋大部分喺中國拍，咁嗰陣時喺榆林，咁榆林就其實係一個沙漠嚟嘅，咁就話過啦，咁喺嗰度拍咗1年之後咧，翻嚟香港，忽然間覺得咧就話，即係香港好似好親切咁，所以嗰陣時個古仔就其實定咗喺即係兩個location 啊。一個就係中環，點解會拍中環蘭桂坊？因為嗰陣時杜可風啱搬咗去，而因為第一次去嘅時候就喺個窗口度見到啲人咧人來人往啦。咁調翻轉頭喺個電梯嗰度望過去嗰陣時，又覺得即係你一路上呢條電梯嘅時候，你見到一個窗口咧就好似係出戲咁。咁然之後另外一個就係九龍尖沙咀，因為嗰個地方係我長大嘅地方。另外就係話呢個重慶大廈咧，就佢出名就係因為佢有好多賓館。咁嗰啲賓館咧，其實咧就話好有特色嘅，因為點解咧？就話你入到去咧，基本上咧即係呢個唔係香港嚟嘅，因為所有嗰啲住客咧都係嚟自世界各地。咁個古仔嘅開始咧就係講喺呢個重慶大廈入邊咧，咁就係話咧有一班咧懷疑咧喺香港販毒嘅印度人咧，因為嗰啲差人要拉佢哋咧，佢就劫持人質。你要我放咗人質咧，除非你答應我呢個要求啦。嗰班印度人咧就將咗一張報紙咧就交俾警方，係一個剪報，係一個女明星。但係呢個女明星因為咧佢係最紅嘅時候退休，之後咧就好神秘嘅，但係咧就佢哋聯絡佢唔到嘅。咁唯一嘅辦法咧就派咗一個咧即係話青年幹探，因為佢哋有72小時就話你一定要幫我哋咧即係說服呢個女明星出嚟。咁所以咧就呢個青年幹探咧就開始日日咧喺呢個門口嗰度咧就等呢個女明星嘅。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叫個女明星嘅名係叫魏雲理嘅。其實佢係因為退咗休之後咧，係過咗好正常嘅生活。佢日頭咧就好悶嘅，飲下茶嘅啫。咁但係原來咧到夜晚黑咧，有時咧即係話嗰啲戲引發咧，佢就會開始自己扮鬼扮馬。警告你啊，不准再跟着我。那你帮忙啊！帮忙？难道让我在那唱支歌不成？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枪，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有什么保障？他们只想见你一面而已嘛，搞不好是你的影迷也不知道啊。影迷？你想我会在印度有名啊？如果不是你的影迷，那为什么要见你呢？我怎么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见我？好，就算他们是我影迷，那又怎么样呢？我是不会跟他们见面的。现在问题不是谁想见我，而是我想见谁。我现在谁都不想见，包括你在内。如果你帮我的话呢，好处一定会有的。什么 OBE 啊、MBE 呢，我是不敢确定。可是好事冥想一定会有的。到那边去等我。ETC 嘛，什么好神秘的？我也有啊。哇，怎么这么久啊？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你知不知道？差不多一样嘛，多4个零而已。後尾佢終於應承咗個差人，佢會去。但結果佢都係冇去到。當你見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記得當年
我的臉，曾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當你記起當年往事，你又會如何？可會輕輕凄然嘆為，懷念我在你心中照耀過。我像那銀河星星，讓你默默愛過，更讓那悠悠光輝為你解痛楚。其實黃靜雯咧係我拍所有嘅女演員入邊之中咧係最特別嘅一個嚟，因為佢係唔用力嘅，佢做戲，佢唔需要用力，佢好有天賦，我覺得佢係你叫佢做乜嘢，佢係有辦法令到呢個角色咧成為佢自己嘅一部分，佢係好冇嘢咁就做咗，但係你睇嘅時候咧，你係會覺得係要佢做先得嘅。我而家出去食宵夜，你想食啲乜嘢啊？喂，唔好食咁多啦，嗰啲廚師手都唔新鮮㗎。咁你仲食？快啲得咗個肚，我唔得。古靈精怪。有咩唔同啊？今日我啊，有咩唔同？好？你話？唔切，切咩？切？知？老細，咁多今日有咩唔同啊？真係唔講。冇理由嘅喎。你做咩啫？做咩唔出聲啫？我細妹中毒啦！嘿，好衰㗎！惡人。重慶森林之前咧，梁朝偉做戲咧係揸住好多把刀，因為佢做得好好，但係佢好有方法。但係當佢同黃靜雯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派不上用場。係冇用嘅，因為佢會發覺就話嗰個係無跡可尋嘅。咁佢開始完全放棄咗佢啲刀仔，佢話好啦，咁我就睇你點做啦咁。我覺得喺重慶森林之後嘅梁朝偉做戲係同之前係完全唔同。齋啡啊！唔該。點解有粒白色藥丸浮喺個面度嘅？咩白色藥丸啊？減肥糖嚟嘅啫啩？減肥糖？你唔中意啊？我換個杯啊！我唔緊要啊。失戀嘅人多數夜晚瞓唔着，其實瞓唔着唔使一定要飲齋啡嘅。人哋話失戀會夜晚瞓唔着，但係我瞓得好好。我開始懷疑自己係咪中意嗰個女。老細，買杯齋啡啊！好啊。啊，同我加2粒減肥糖。減肥糖？啲咖啡唔新鮮啊！咩啊？唔新鮮啊，飲第二樣嘢啊！飲咩啊？奶茶，新鮮好多。呢杯咖啡佢足足飲咗成個鐘頭，之後佢就冇再嚟過。封信一直擺喺度，
頭頭我以為佢係咪唔記得咗呢？後尾我先知，原來佢根本唔想知封信講啲乜。物歸原主。哇！我幾驚整唔見咗佢啊！該。喺呢個戲入邊咧，所有個背景咧，所有個 location， 每一個場景咧，其實佢哋係主角。其實如果呢個街角係一個人嘅話咧，佢其實好似一個目擊者咁，係睇到晒所有。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個古仔入邊咧，佢哋嘅交叉咧就話同一個地方，但係唔同嘅人物。老細有支大啤啊！好啊，等等啊。點解我覺得去到重慶大廈嗰陣時咧，就係呢套戲嘅節奏咯，就係因為嗰陣時我記得 Michael Galasso 呢個音樂咧係我之前買嘅。咁嗰陣時咧，我記得河內道咧有好多細嗰啲 CD 鋪咧，但係有兩間係非常之好，因為佢買好多啲另類嗰啲 CD。咁嗰隻 CD 我喺入邊買，咁嗰隻歌叫 Baroque， 嗰個音樂咧純粹係一個即係話電子嘅小提琴。咁但係佢有個好詭異嘅氣氛喺入邊。咁通常我揀音樂咧，我唔係話因為呢套戲我去揀呢個音樂，我聽音樂咧，我會覺得個音樂帶唔帶到畫面。有好多人成日都提一個嘅就話我同佢擦身而過，我哋之間嘅距離係幾多？重慶森林成日都想捉到一樣嘢，亦都係我自己想嗰陣時候有一個感覺嘅就係話，好多時候啊，好似我哋做人呢個速度太快，有好多嘢你冇留意到嘅，原來喺你身邊隔離咧，其實可能對你嚟講咧係好重要，不過你嗰陣時冇留意嘅啫。我哋喺呢個戲入邊咧，玩好多同速度有關係嘅嘢，係你會將嗰個1秒鐘拉到好長，或者你將嗰個1個 cm 拉到好近，或者拉到好遠。其實嗰個古仔咧係講緊呢樣嘢。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同阿劉偉強同阿杜可風講嘅呢套戲其實應該好似 CNN， 所有嘅地方我哋都冇申請，基本上去到就拍，因為你冇時間。因為如果你 set 得燈嚟咧，就已經俾人講。There must be a change somehow. There are bad times and good times. 最大嘅印象咧就係呢個電影係好似一個解放一個放假，係除咗對我自己，或者包括對工作人員甚至演員，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睇法嚟嘅，就係原來電影係可以咁樣。原來你將個電影還原到最基本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咁簡單。你可以有好大嘅佈景，亦都可以有好多嘅道具或者你嘅製作龐大。但係其實最重要就係話喺一個拍電影嘅過程入邊就話有樂趣。咁嗰套戲今日我睇翻係，我一路睇《重慶森林》嚟講，我其實唔係睇緊個劇情，我係睇緊拍呢場戲嘅時候，我嗰日喺度做緊啲乜嘢。咁我覺得就話係一個好好嘅經驗。Though we've got to work